来是半暝4点外，国道1号路南58.9公里的所在，一台左管车为了要闪一台轿车，弄到内底边的护栏，转来回烧车。加在2台车的驾驶第一时间拢走有出来。事后来追查，原来这个轿车的驾驶是一个这16岁少女，根本就无驾照。那个驾驶人出来了，只是有受伤，等下要就医。透早4点外，伫国道1号南下58.9公里的所在，有一台车发生车祸，弄到路边规个大火烧。这件车祸让消防队员非常紧张，因为这是一架载严重的运输车。这架运输车当时为着要闪一架小轿车，煞失控弄对路边去，车头马上大火烧，烧到乌麻麻，甚至就连路边的塑胶板，原来烧到油糊糊。有人都出来，有受伤，人都出来了。好在在运输车的驾驶加小轿车的司机2个人拢伫第一时间逃出来。另外，运输车迄时拄啊送完盐酸，是空车要倒转的路上，唔则无造成更较大意外。疑似自小客车操作不当，与超罐车发生碰撞。经查证，自小客车驾驶为无照驾驶。小轿车的驾驶竟然是一名只16岁查某囡仔，因为违规朋友的车上路，无照驾驶，上悬要罚12000块。啊，一件火烧车意外，嘛，互国道大塞车一直到透早7点半才恢复正常。